尽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爷爷，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要烧这些东西？这是祭祖节，献上祭物，奏起号角，以告慰先人之灵，求他们护佑。可惜，在这样的乱世，纵然是先人，也保佑不了每一个人。临街张家庄新搬进去的过百口，全都被人杀死了。那些当兵的只说凶手去向不明。哎，天子脚下尚且如此，天下之乱可想而知。西凉军在城内散布流言，说关东联军另立新地，对拥护旧地的城池皆赶尽杀绝。董卓大将李傕更是将自己辖地内的百姓驱赶至洛阳城下。洛阳百姓深信，他们是为躲避杀戮而来，城内人心惶惶。董卓见机，下令班城，迁都长安，百姓连夜收拾细软，洛阳城内大乱。终于开始了。我将计划再说一遍。班城之日，人质将会从西门出洛阳城，然后去往长安。我们就在西门前较窄的七巷动手。获救后的大公子，就由你们带往东门，趁早出城。残兵已经探得，届时东门守将是杨勤。马帮主，杨勤在洛阳的胞弟，我们的人已经盯他很久了。动手。押送人质的队伍分成两波，大部队从洛阳大牢出发，大公子作为吕布钦点的特别人质，直接从禁军府出发。差不多也该点卯了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大牢兵营去。马帮主，明日我们里应外合，带大公子回家。兄弟，西凉军凶狠狡诈，你身处险地，千万多加小心。告辞。你不是应该在南城盯着李傕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哦。什么人？再靠近要放箭了！不放箭！我乃郭汜将军麾下传令官。郭将军的人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关东叛军连下3寨，保阳城被围，情势危急，请李将军火速支援。快，通知将军！袁绍军刚从这里经过，是在围攻保阳城的。郭汜威仪，跟我上，将关东狗贼斩个稀巴烂！天明后班城，押送人质去长安。郭延将军走城中大道，会合第7营官兵。有令。樊稠将军负责押运袁氏一族，走密道出城，会合相国大人。李蒙将军随军护送。得令。关押在禁军府的特别人质，由吕将军帐下校尉李经、许交、徐杰、赵火护送，由大道转7巷出西门，再和我们会合。奇怪，特别人质为何是吕布的人护送？那个叫司马朗的人很重要吗？我等4人速速去禁军府。吕布，你将大公子和其他人质分开押送，正中我下怀。
什么人？这是吕布军的令牌。郭汜将军的保阳城被围，吕将军有令：袁氏、刘氏、韩氏、孔氏、乔氏、孙氏，此6族人质，由吕布军押送至前线。6族这么多？袁绍、刘岱、韩馥、孔融、乔瑁、孙坚6军齐发，郭汜将军危在旦夕。看来这次围攻保阳城的是叛军主力啊！休得多问，军情紧急，尔等若有延误，军法处置。末将明白，速速将人质带上来。关东叛军敢不退兵，就等着给自己家人收尸吧。让开！军情紧急，别挡路！诸位先行一步，在下去就会。那边快点！你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也是吕将军的人啊！你们不相识吗？要把人质带去哪儿？出南城，助郭汜将军解保阳之围。南城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不可能的，关东的内应袁泰已死，他们如何得知今日败城，还能提前部署这样的行动？难道更强的计策已经发动？好身手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盖，别让他走，杀了他！知道。小子，还认得这绳子吗？我们故意的臭婆娘！困住他！走，这人留不得，别让他通知西凉人。知道了，小子你受死吧！哥，是你！方儿，做得好！谢爷。开城门！关东乱军围攻保阳城，我等奉吕布将军之命，带人质出南门退敌。李傕大人出外抗敌，小的拿不了主意啊，请稍等。等什么？郭汜大人城池一失，洛阳必遭围困，这责任你们大人担当得起吗？副总大人，他说的有理，咱们可不能连累李大人啊。但是快，10万火急！副统，该如何是好？3、2、1。不费一兵一卒，袁公子真乃绝世无双。袁公子，李傕出城抗敌，莫非也是？将军似乎已经猜到了。第一步，以救保阳为饵，诱出李傕；第二步，以救洛阳为饵，诱出郭汜；第三步，沿途固步迷阵；最后计算天时。昨夜无星无月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郭李两人又都是擅长先发制人的西凉奇阵武将，自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有袁公子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。运筹帷幄之间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其实力啊，
多谢你飞鸿传书稿至城下一聚，令我得以施展这样的计谋。看来争夺卧龙称号的只剩下你我了。是骑兵，这种速度是护城大将军华雄的赤骑军。护城大将军华雄在此。这就是赤骑军。这些西域的汗血马比我们中途马快1倍以上啊！怎么办？快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照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可逼退华雄，各位觉得如何？秦师弟，你猜猜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当我走完这一步，卧龙这称号就是我远方的囊中物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开城门！关东乱军追过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敌人速度很快，是骑兵啊！放我们的人进来，准备迎敌！将军，他们往城里去了。奇怪，为何如此？竟然往城里逃？他在干什么？莫非？操！掉头！住手！我是护城将军华雄。哈哈哈哈！你是华雄，那俺就是吕布了。混账！将军，这人是李傕帐下，跟咱们不熟，况且现在身上就有无耻。夜飞无众，不得出城迎敌，给我攻坚特好！退！快退！有惊无险，幸好有袁公子在啊！袁大哥，这计太妙了。看来华雄那家伙一时半刻是追不上来了。袁公子，接下来应该如何？华雄在城外绕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去另一边的谷门。西凉军那些傻瓜怎么会是水镜八旗的对手？一群傻瓜！你果然是个傻瓜。将军何出此言？刚才你竭力阻挡公子们对这女子行非礼之事，同时却暗中派人将此事告知义父。为了令义父欣赏你的忠心，你不惜使用苦肉计，借此拉低公子们的形象。将军莫要含血喷人。义父得此女子的消息，想必也是你暗中散布到公子们耳中的。将军为何如此怀疑我？你的确算是个人才，短短时间内便能晋升为骑都尉。奇怪的是，你每升一级，原先位置上的人即被义父以叛乱之名除去。这心计恐怕已用到众公子身上了吧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漂亮的小妮子，就是你特地带进宫内，用来分化他们父子的绝佳工具。当公子们被义父……够了，你没有证据。这是……哼，自家祖传宝剑的样子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禁军教头袁泰叛乱，我已将他杀了。原来这人就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的儿子。袁当啊，你本可助义父一统天下，可惜你不识抬举，偏与叛贼为伍。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。拿下他们！不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姑娘，过来！追！别给他们跑了！柜子下面有密道，快推！姑娘，你先走，
我来对付。还看什么？快走吧！抓住他！快！果然，天明之后就是班城之日。关东的傻瓜们，此刻想必都很忙吧？城下一句的真意，你们很快就能明白。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知常。礼服气无恙，幸福守空房，10年家书寄托行。离情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美玉。这人容颜苦，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。思别是苦，大气悲苦。无情是苦，也不得不。无情是苦，谁与同沐？无此是苦，竟无归处，无根更是苦。理想俯仰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知常。礼服气无恙，幸福守空房，10年家书寄托行。离情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美玉。这人容颜苦，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。思别是苦，大气悲苦。无情是